这个天气冷，食一粒烧火火的火锅，真爽快。也毋过食火锅，血压嘛会称悬哦。高雄一个中年的男性，平常时这个血压是控制甲真好，最近这血压是向上飙悬，都是食火锅造成的。因为火锅的汤头是油搁咸，讲最近食火锅血压飙悬的患者增加3成。这个高雄医学大学嘛有一份上新的研究，食完这个姜母鸭，或者是羊肉炉了后1分钟，血压就马上来称悬。嘛毋是讲袂使食，医生的建议，这个汤哦尽量啉较少咧。小火的火锅，互人食甲真满足。寒天时真侪民众拢真爱食火锅，但是爱小心你的血压。高雄有一位中年的男子，平常时血压控制真好，但是最近火警发现到血压称悬，原因就伫个寒天时真爱食火锅，伊摄取过量的油、甲盐分，加上运动量不足，因为血压血糖控制无好，来就医的患者增加3成。因为天气冷，血管会收缩，导致血压的控制会不好。如果病人没有特别的注意每天量血压的话，他血压上升自己不知道，就容易产生血管方面的问题。若食火锅容易造成血压悬，高医大学有研究指出，食姜母鸭、羊肉卤了后，应有添加酒精的烧汤，加扩大血管的中药材，1分钟内血压就分别升悬10%到16.6%。医师提醒，冬天进补一定爱把握，减少啉汤。饭后充分休息的原则，若是喙伫胸口闷闷、头晕无爽快症状，嘛会赶紧回诊。